唔知影你手机号码已经用几档咧？这是最近正清的一个话题。伫17年前，工研院有研发出一种技术，会当把国内电信业者的资料库整合起来，就当解决民众想要换电信业者，却无想要换电话号码困扰咯。品牌型号侪款的手机伫拄仔来摆甲真整齐。过去民众的手机想要换电信公司，就连号码做伙换。也则讲，迄时阵嘛真侪民众拢感觉真麻烦。各电信业者纷纷的出笼，然后都会抢先客户，所以都会绑定客户，所以就是不会让客户让他们转门号。那之后一些客户的不满，所以就是经过一些申诉，经过一些澄清，那电信业者就慢慢的开放。其实关键是17年前，工研院透过一款技术，整合台湾所有电信公司的资料，才有民众后来无论是换倒一间电信公司，号码拢会使免变。有人号码一申请，就用几啊档拢无换。我的手机号码我用了23年，又315天，等于要用了24年。为什么会这么久？因为是我爸爸妈妈的手机，就是我妈妈以前的手机，然后就沿用，因为号码很好记。在整个的电信系统的后面就建置了一个号码可惜系统。当别人打这个电话给你的时候，他就不是按照这个号码去判断电信业者，他就到这个系统来做号码的解析，然后来看看你这个地方如果有登记号码可惜的话，再看看你吸到哪一个新的电信业者，他就把这个人家的发话过来的这个号码，经过这个系统，帮你判断说转到适当的电信业者去。当初时，有新加坡、甲马来西亚来台湾想要学，包台湾科技研发技术在国际上出名，嘛因为免换号码，每一人中印灭死的成本拢省落来。记者刘君豪，新潮报道。